备受瞩目的信义开发继去年推出江翠水岸景观玉底嘉禾好评不断，今年延续气势推出第2期佳品，12日举办了隆重的新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包含信义开发董事长周俊吉以及当地里长及已购客户等参加此次的盛会。动土顺利，美丽的是再次的掌声，跟我们分享这喜悦的时刻呢。首先非常感谢在座各位莅临今天的这个开工动土典礼。我们除了盖了一个设计很好的房子、施工很好的房子以外，那我们能够在事前能够做好这个设计营造，让住户们彼此认识、彼此熟悉、彼此愿意为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住的这个社区共同努力它不只是一个住宅，而是一个好的生活。我们这个佳品的话，基本上的话是地处于江翠 AB 区的435艺文特区的一个首排。那楼高的话是24层楼，地下是挖6层楼。我们的户数有114户。那我们的坪数的话是37、38、46跟55坪。比较大的特色是楼高24层楼，那是双结构设计。地下1到8楼的话是 SRC， 那8楼以上的话是做一个 RC 的设计。那我们的耐震技术是到0.3G， 等同是核一厂的这个耐震的一个等级因为我们5楼的话，基本上整层都是一个公设层，然后外围的话，我们还有空中花园，双花园的一个设计。那主要我们的客群基本上都是自营商。或者是科技业，或者是银行业的一些高层，那他们主要会买这边的原因是因为环境，因为435艺文特区周边还有6座公园，加起来面积大概约24000坪，因为我们刚好是属于换屋型的一个产品，所以都是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带一个小孩，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能够住在像这种绿化量很高的一个环境里面。佳品坐落于新北市板桥江翠重划 AB 区，0万坪绿林及都市罕见优质生活空间，又有完善的医疗机构及生活圈，拥有艺文特区第1排，开窗即可看到板桥435艺文特区，学区与人文皆备。自928开案至今，已热销逾3成，佳品已成为江翠水岸的最新话题。